台南市艺术镇区活动招标艺术意识外剧场形式呢，带到庄卡每一个角落。12年来已经办过338场，有将近24万人次人欣赏过，得到市民热烈回响。今年最后一场会伫11月27暗时伫麻豆区专门龙岗表演，有兴趣乡亲会使去欣赏。为着要让市民朋友会使近距离接触艺术表演，而且熟悉无同的表演团队，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特别规划艺术镇区活动，将表演艺术以室外剧场的形式带到台南市每一个所在。在1年来办理过338场演出，将近24万位市民观赏。我们希望说，每年度我们都会做一个检讨，好的节目能够更加延续下去。那有时候也可以更改的一个方向，包括区位、包括时间、包括演出内容，也都会持续更精进。今年度艺术镇区上尾一场，伫11月27麻豆区专门龙岗要做室外演出，市长王伟霆嘛邀请市民朋友做伙去看表演。